来看针对桃园航空城的安置主体哦，今仔开始，民航局甲桃园市政府会开6场的说明会。目前是伫机场捷运甲日线的车站，按算要起778户。另外，阁有海军基地有1000外户。也毋过，这主体介绍对109年到今，已经起超过5成了。丁秀虎是认为真无合理。昼夜飘起大声喊口号，19个早起航空城地方促进会号召丁秀虎伫桃园航空城联合服务中心的门口理性和平，紧来陈情抗议讲，每件平对109年13万，起到地文产市长卸任进前18至20万，今摆又搁要来提悬到20至22万，也就是讲配售的介绍起53%，有安置户咧喊参讲，因根本都买袂起。你根本就无材料去买到。补充一间厝，你卖袂上去，倒一个袂上去。你嘛甲你征收啦，一间厝换无1/3的厝啦，你会上去也袂上去。在盛世的时代说16到18万，那现在已经提高到20到22万，也没有跟所有的里民沟通。除了要求降价安置主体配售价，呼吁政府唔通把这个欠工欠料的成本，甲转伫个住户顶悬，互百姓歹同齐。航空城地方促进会嘛提出全面提悬建物补偿费、房租补助费，还有加速地面的完成，拢总有4项诉求，通知地政局出面来接受တင်前。事实上，物价的上涨，也就是民众所诉求的部分。张市长上任之后，也就针对补偿费的部分，是不是要做适度的一个调整？那这个部分是否已经积极的进行研议当中？地政局表示，航空城安置主体采用公开发包，建筑的成本是照实际的价数来发包计算。目前安置主体是比市价较低，市府嘛有注意到物价咧起。安置了后，安置的主体会来加发定件的补偿，相关的方案会演议了后，伫7月底进行来公告。记者综合报道。